哇，老前鋒下午茶，埋嚟睇，埋嚟坐，一齊睇睇呢個老前鋒嘅英國王子酒店，用平民價格享受英倫風嘅街頭小食。去過英國都知道 fish and chip 係用報紙嚟包住嘅，魚鮮皮脆，染上醬，哇，正到冇得頂啊！塔塔醬裏邊嘅 bagel 卜卜聲，好正啊！連唔食酸嘅我都瘋狂到癲。好食，好食啊！好食過琴日嗰啲係嘛？Yorkshire Poutine 配 bison 牛肉，簡直原始感拉滿啊 ！Canberra 嘅酸甜加上 bison 野牛嘅野味，簡直絕啦！煙燻香腸配薯泥，呢個煙燻感簡直好上頭啊！沙律裏邊嘅 kale 竟然一啲都唔苦喎！高山流水種出嚟嘅菜果然零舍不同啊！鮮爽解膩，配上蛋黃醬，出片又開胃。法國奶油風嘅洗手間，洗完手竟然覺得自己噴咗一次法國香水。老前香奶奶戴住頭飾，好貴族啊！有邊個知道呢個紅色電梯嘅含金量？我見有人戴住頭飾喺度開 party， 我拍到老前鋒香奶奶，但唔敢放上嚟。出邊嘅風景一年四季都靚到爆炸。Victoria Day 係咪有神秘嘅力量嘅呢？個星期六日竟然俾我拍出暑假同寒假嘅 feel， 簡直拍拖聖地。感謝收看，我是 Kelly， 來自加拿大卡爾加里的美食博主，分享卡爾加里美食、加拿大旅行、生活日常與隱藏玩法。想了解更多加拿大旅遊資訊，記得關注我。我們下個視頻見。點個讚 fan 啦，唔該晒。